我们的讲稿来到这里了哦，就来到这里，我给顺便的讲一下哦。好，我们从下面讲，无上正等正觉，正觉就是不自觉。你今天能够觉到什么大法？那当然你能够自觉，你已经不要落入到六道里面。为什么？因为自觉就是阿罗汉的本性。因为阿罗汉只是自觉，他能够多能思想当中，他还没法进到法明思想中，他是一个自觉的领域，自己觉的领域，这是一个阿罗汉。阿罗汉换句话说叫无汉，无汉就是他没有过去，他的无汉。我们问到，在整个不脱学，在整个开关上求有道，下化众生，我们一问到是非常积极的这一块。终于问到修菩萨道，真真实实的。那自觉要觉他，叫阿耨多罗，阿耨多罗三藐一个正等。所谓这个正等呢，你今天你要修道大，你不可以自觉，大家都要求，你不可以，你只是我懂得，别人不懂的关系。因为如果你是这个心态的话，那你的功德不大，那你的心量不大，那你既然心量不大，你要当菩萨就没有办法。菩萨等于是把解析下来，这个菩提萨埵，菩提这个觉，萨埵这个有情，菩提萨埵整句话连贯下来，这是菩萨，这个觉有情，觉自觉自己要了解。有情众生，你要去度化他。自觉觉他，自觉觉他，觉性不圆满，那叫做无上。自觉觉他，觉性圆满，这个无上，也叫做佛。所以这一句话整串联下来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因为你的清净法身里头，它有具备于无上正觉。也就是你正等正觉在哪里？都在那你的心里头，你有一个无上，无上就是具备于无上正等正觉，也都具备在里面。所以释法，这个你自己有一个无上正等正觉这个东西，我们以很简单的话来做一个缩语，就是清净法身。那既然是清净法身，那我们内部就是平等，你有一个高，你有一个低，你有一个圆，你有一个扁，你有一个道，它是一个虚空法界的东西，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清净无染的东西。所以既然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清净无染的自信，在佛法里面讲无性，那每一个人有一个圆满他无染的本性。那为什么我们会当众生？是佛的开悟，他的说他讲一句话，其在其在，大地众生具有如来本相，但因妄想执着，不能证得。若能远离妄想执着，一切事无须知，自然就显现。他说，大地的众生具有如来的本相。各位听大了，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如来的本相。如来有的东西你没有少，所以六祖大师讲：何其自信本自清净，何其自信本自具足，何其自信本不动摇，何其自信本不生灭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。六祖大师在讲这句话。我们有具足，我们有具足如来的东西，我们有不生不灭如来的东西，我们有不动摇如来的东西。我们有一个清净跟如来清净的东西都是一样，我们都是一样。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会变成个佛体的众生呢？因为他讲一句话：是智，但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。那妄想，佛祖就在《金刚经》第3部就直接讲了：须菩提，肉菩萨有佛相，有人相，有众生相，有寿者相，即为菩萨。佛祖在《金刚经》第3部就讲到这句话。你既然要当菩萨，如果你有我等实相，你这个人不能够当菩萨。为什么这个我等实相呢？我相、人相，我人的对立变成了众生相，
众生就是众变众生，受者想就是执照。我就直接讲后面那两句话，就是妄想虚照，论证的妄想，我有的四相是众生相，第三句是众生相，第四句话是受者相，这是执照。也就是众生有妄想，因为众变众生，有众生相，有受者相，因为你没有办法证到什么如来的本质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有分别，你有执照。分别执照从哪里来的呢？那从前面那两个字，这是我相感想。我有一个我，有一个人，人我的对立，人我的对立变成一个众生相。人我的对立，人是一个境，我是一个心。我的心含点外面的境，这个是我们的知版的第三句要跑出来的。受者相用，那个众生相要跑出来了。众生就是众变种是，你就想了很多了。必须要，因为我喜欢红的，你就执着在红的；我很喜欢白的，你就执着在白的。那我们的心力没有办法达到你原来的光种种心境不染。你执着这个染走了吗？你执着就变染不染了。我们今天呢，没有办法达到清净无染，就是那我能不断，人我不断。在我的不断人我不断的过程之中，我的思想思想以空有思想不断的在造我们的无量无边的无明。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达到所谓的无上正等正等的无明，就是在这里。那佛祖一直在引导我们众生走到涅槃之路，所以他用了很多方法在引导我们。所以如同《金刚经》，我们知道，《金刚经》如果在佛法里，在佛教里，它占了一个很高的地位。你到哪个地方去讲三句金刚经，如果有在研究佛法的，甚至有在研究佛法的，他也有多少少听到《金刚经》的三个字。那当然，他们的一个概念，金刚经是很深奥的道理，就是什么？就是它就是它是一个可诵不可解的东西。可诵不可解，就是我诵《金刚经》，我没有办法解《金刚经》，就好像或许在菲律宾讲《金刚经》的时候，都当然有那边有一个叫善哲寺的一个，他们在里面休息，也是很好奇。他在里面当主播，他出来之后，他们中午就在诵《金刚经》。那我或许就问他，那诵《金刚经》，他们在讲《金刚经》，他们说他们的世间的人都讲一句话：可诵不可解，那就不可解呀，不可以一直诵下去的。那因为不是不可解，可以解，但是我们一定要了解，经典你解浅可以，不可以解不会。这个是会遮人家的慧眼的。你讲浅没有关系，你不可以讲不会。所以在这一方面当中呢，佛陀他用了很多的一个方法，用了很多的讲经说法49年。所以讲到最后，第五经是涅槃经，所以一天一遍，所以那本经也叫做比较经，这在启众生的这种无明，这个众生的这种疑惑。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佛陀讲经，讲到23分，他虽然在《金刚经》里，他没有当时他讲经说法没有分为32分，是昭明开始杨武帝的儿子分为32分，这个是大家应该都了解。因为你分出来了，因为经的一个段落，它是连贯下来的。如果你把分为32分，就怕众生落在段落的这个过程之中的这一种的一个障碍之中。所以在现在目前，或许了解，在佛祖在佛教一些和尚有的还没有拿32分的一个段落的经典在讲。他们只是拿那个原本的。如果我们要了解原本的，你真的不能从哪里摸起。那如果你能够按照昭明太子以32分来做一个解析，那我们可
《金刚经》的法义研究的简单，甚至于我们能够在《金刚经》里头又把它分为四个大正宗、正宗分，我们又把它分为四个宗旨。也过去刚才讲的，从信、从解、从行、从什么正的四个角度，我们会更加明了它《金刚经》里面的含义。那刚才讲到这里，就是我们已经讲到今天已经有32分的23分，所以说已经讲到行。以刚才或许都讲的信实现，忠实正行，这个非常重要。你今天只是听经，你今天只是闻经，你今天只是发心，只是发心，但是你如果没有行，因为我们还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无上正途径，所以我们今天在行这一部分是一个修行人非常重要的意义。为什么？我们需要讲，我们的境界非常高，我们修行非常久，或者是他讲一句话说，大和尚那可以吃饭，大讲师是教师道。我们读了一久的经典，我们学了一久的一久的修行人，这我们无名利用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在落实这一块行的这一部分，就好像过去前看讲到说，他讲到这一块。七手听外天，微光照大千，八风吹不动，宇宙之间。这句话如果看起来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东西，境界很高的东西。那刚才我们遇到温老师这边的放屁，因为受不了了，所以温老师就知道这个人会冲过来，就在门边里面就写一首诗：八风吹不动，一匹打过江。大家都了，这一首诗句大家很清楚。生气诡异，力衰苦乐，这8种，你骂我，你长大我，你回骂我，你怎么我都不会投降。只是一个放屁，就把它打过江来。我们看到这么的一个文字的一个漂亮，跟一个表现的东西，跟一个实相的东西。表象只是一个文字，实相只是你遇到，你真的遇到，我有写这个漂亮的文字。如果以中国来讲，苏东坡是一个大学问家，要真正有这么的一个文学的基础的人，在中国大学写作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八风吹不动，一匹就打过江。或许为什么讲到这里？就是好像一个人在深入他心灵的领域这一块，我们要了解，文字能载道，文不是道，文绝对是道。我们修行，你修10年、20年、30年不稀奇。你一句话有没有办法真的安住你这一颗心？这个才重要。为什么佛陀在《金刚经》的第2部讲，须菩提就问佛陀呢？若有3男子3女人，他们都有三菩提心，于何定作弥勒想提心？问这里的问题是真的。若有3男子3女人，他要发什么无上正等正等的心，也是要发清净无染的心。但是我有个问题，云何定作？我要怎么去安住我的真心？我要怎么去降我的光明心？我这里不是。所以这个是我相信，无论在2560年的当时，也是我们现在的当时，每个人都是这个问题。修行大家意境都很大，修行大家都很久了。所以我们时常讲这个句话：你来电空港加西南，那你也可以挣到千西南。我们讲就是在讲这句话。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反省的，真的因为修行是你自己的内心世界要去提升，不是别人的问题。讲话的话，你没有道理，不是别人没有道理。你修不成的，不是别人跟你修不成。这里真的非常重要，也就是从我们的内心的世界，我们要怎么去行。当你今天要去碰撞的时候，你这个新的反应的力量是什么样？
这个新的法律史里面，我们知道，斯多摩虽然看到佛印大师放屁2个字，那斯多摩看到，他心里还是不满，对不对？还找机会要报，他心里还不会平正，他还不会平静，他还不会忏悔，他还不会感恩。我的问题在内心世界，他的意识形态想法。所以有一天，这个故事大家都好听。有一天，佛印大师在那坐禅，那斯多摩在对面看到佛印大师在坐禅，偷偷摸摸的摸过去，也跟他坐在对面。当佛印大师眼睛已经开的时候，斯多摩就问佛印大师：“大师，我做的是什么像？”佛印大师就讲：“苏先生，你的像太庄严了，你的像是佛像，是菩萨像。”斯多摩就非常的高兴。我也拿出同样的问斯多摩一句话：“施先生啊，我做这个像是什么像啊？”斯多摩就说：“大师，你这个像好像一堆牛粪像。”斯多摩他认为他已经报复了，找机会这个报复嘛，非常高兴，就跑豆浆了，非常高兴，因为他是小练习同学家，不能这么高兴。他说我已经向佛印大师这个报，就把刚才那个问题就讲他的原因，他原来讲，你知道，哥哥，你非常的羞愧，人家的心是菩萨心，是佛心，哥哥你的心是一堆灵魂，从你的心所讲出，从你的嘴巴，所以我们嘴巴通心，心通嘴巴嘛，六祖大师才来句话嘛。说通即心通嘛，如入属虚空嘛，唯传见性法嘛，知是佛心中嘛。六祖大师不想送给我，头一句话就讲这句话。说通即心通嘛，你的嘴巴想代表你的心嘛，你的心是代表你的嘴巴嘛，就是心口合一嘛。你心所流露，你心所辩论所嘴巴讲出来那句话，那句话是代表你的心。当你今天骂人，会骂你，就是从你的心骂出，不可能说你心里高兴不会去骂你的，通常不是这样，这是代表你的心。所以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嘴巴是代表心，不代表心；我们的心是代表嘴巴。所以有的时候你能讲说代表你的心，所以嘴巴是心之口，这是这个道理。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也是讲一个过程，然后要修行的这么一个意境。你要达到，你要污染成这个佛性的本性，阿弥陀的沙巴沙菩提，这个无上正等的本性，你要修到自己的一个善。这一句话叫什么？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无受修一些善，积的阿弥陀的沙巴沙菩提。我们要知道，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。我们在《金刚经》的过程之中，都反复一直在讲这个问题。因为《金刚经》整本经典都围绕这四个字，这四个议题：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，都围绕着这东西。那这种东西是一个你进入菩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命脉。为什么？《金刚经》第9问，它就讲一项，就是你要进到阿罗汉。虽然你须陀洱、斯罗汉、阿罗汉，你阿罗汉如果没有进到我的世界中，你要进到阿罗汉就不可能，小乘就不可能。不要说要进入到所谓的一个菩萨道，这不可能的事情。那我们今天，当然你要修菩萨道，我当然又把我的思想又把它立出来了。你要修一切善法，要什么？要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的。当然，目前要讲这边，或者再重新的细数一下。我，里面有一个我，那没有一个我，那没有一个什么？那个我不是叫你没有一个我，那个我要你拿大我，不可执着，不可拿个小我出来。无众生无人，也就是说，你眼见心不乱，你耳听心不吵。不是叫你眼不见心不在，
不是叫你眼不见啊心不乱，不是叫你耳听心不烦，不是这个道理，不是这个。那我没有看到了，我心就不烦；我没有听到了，我心不乱了。这个道理不在讲我像你们现在讲的道理，这个道理是在讲说，我看到我的心不乱，我听到我的心不烦，所以我心里是清净的，还是无染的，不会受到外面的沉浸、色、声、香味、触啊六尘物来染习到我的心，我完全不会被它的染到。这个叫我等思想的意见。那我向人现，既然我的心不染着，我看心不染，耳听心不完，那讲第三个是，第三个讲什么？众生相。那众生，你要什么分别？你都清净啊，你都无染啊，你的分别同等的四法平等啊，对不对？因为什么？你有前面两个是来计较比较了嘛？你没有前面计较比较，到时候你乱叫了嘛？你还有什么的第三句话？众生，你不是众生啊嘛？因为你就是平等啊。68世在六祖坛经就讲三心转识智，成熟之智，妙观察智，大眼净智，平等性智。那我们讲这三心转识智嘛，平等性智心不变啊，平等性智心不变啊，对不对？妙观察智见非空嘛，成熟之智同眼净嘛，大眼净智是吧？性清净嘛。所以三心转识智的道理在这里嘛。所以到第三句话来看的这个平等性质心不变嘛。那我或者刚才讲的，你已经无我相、无众、无人，你已经无什么无我相、无人相了，你已经我见心不断了，你已经耳听心不烦了。你第三句话众生相，你这个众生就不是众生了，你这个众生的心就是清净，你要记得记号。什么叫做众生？什么叫做佛？佛就是觉悟的众生，众生是迷灭的佛，众生跟佛都是一样具有无人的德相，我们一定要了解。没有特殊的众生，也没有特殊的佛，没有这个道理，它是一个里面已没有觉与悟而已。当我们今天所了解了，你今天没有我相，没有人相，你已经达到我等四相都没有了，你这个心已经什么？世法平等，你无有高下，那你这个什么清净无染心，阿弥陀佛什么上菩提？但是你要记得一句话：修一切善法，记得阿弥陀佛上菩提。你要修一切善法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今天虽然我们在文中的习俗是这么讲的，因为你这个心没有经过修，还没有明白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信解而已，修就是修行，你要走过去。过去说一个比喻，当你今天知道台北的方向，当你今天已经了解台北的地址，我请问你是不是还是在下雨？你还没有醒，那个只是你了解而已。所以解悟，它不是这个正道，不是这个道理。我只是了解，了解很简单。我现在了解台北，我现在台北知道。我今天如果要走到台北，我还要用很多很多方法。比方说，或许坐高铁啊，开车到嘉义啊，坐高铁去要开啊，或许开车自己去啊，或者骑摩托车去啊，或者坐人家的车去啊，或者坐巴士去啊，这个都是方法，就是修一切善法，对不对？当你没有修一切善法，那你完全没有办法达到台北的力量。那你是一个了解，还没有证道。哦，所以这一点，所以佛者在你要修无我无人无众是不修的。你修一切善法里头，你要无我实现在里面。你修你要修一切善法，那如果你有我的思想在里面，你修到最后，也就是一个魔法，也是一个魔法，也是计较法，也是一个不平等法，对不对？也就是一个数流动进法。所以现在很多人用的佛法去把它转移焦点，
解析到什么？到六道轮回去，这是一个很绝的事情。所以佛祖才希望把正道分享，你要有正见，要有正思维，要有正语，要有正念，要有正精进，哦，要有正念，要有什么？正业正哦，要有正定、正精进，对不对？八正道，为什么前面要是一个正？正就是普遍的意思。凡是你走八正道，他就讲八圣道，也就是你要进入到无上正等正等八个阶梯，你绝对不会偏。你一偏了，你就要走上无上正等正的需要。所以这个就是你要修一切善法，一定要以无我无人无咒是无作者来修这些善法才对，你才能够得到你无上正等正解。所以多学生把这里正中生慧的时刻，第三个在讲就近降伏起修问，就近你要达到就近，到最就近，能够降伏。所以《金刚篇》第17问才讲到就近无我问，就近无我问开始在讲第16问在讲劫嘛，对不对？第17问在讲就近无我嘛，对不对？到了23问他讲心境不然，所以他第一个讲就近，你要想一下，你要就近不可以一丝丝的，还没办法想一下。你如果在佛法里头，你心有个动念，那你就很清净了。所以告诉修行人要怎么起修，叫你依觉悟的道理来修，那个是有强啊。你没有觉悟，你绝对没有办法做到一切都无限。先知道我们要修的时候，还要悟的道理来修，也就是如何远离我的思想来修一切善，你要远离一切我的思想，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。众生最不好修行的，就是我们的思想。明明知道不可以计较，明明知道不可以比较，明明知道不可以起心动念，明明知道不可以这么做，但是明明又变成非常，没有办法明白，也就是不好修行。